命運是否天注定？其實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。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，思維模式和心態對成就和幸福感影響很大。擁有成長型思維的人相信，只要努力學習，就能不斷提升自己。這種正面心態會讓他們更有動力去追求目標，容易成功。這也強調了自我塑造的力量。我們常說，命運像一副牌，拿到什麼牌是天注定，但怎麼打好這副牌就看自己了。命運中確實有一些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，但個人的努力和選擇同樣重要。所以，改變命運的關鍵是把可控的努力放在正確的方向上，持續行動，打破限制。以下有幾個簡單的方法：找準方向，設定高價值目標，根據自己的優勢和市場需求選擇方向，別盲目跟風。例如，如果你擅長溝通，可以考慮銷售或運營；如果喜歡研究，則可以深耕技術或學術。把大目標拆成小步驟，比如3年內職業提升可以拆為1年掌握核心技能，2年積累資源，3年爭取晉升。提升能力，專注不可替代的技能，深入學習自己的專業，通過課程、實踐和反思來增強競爭力，增加一些通用技能，如表達、寫作和數據分析，這些技能在不同場景都能用到。保持學習的習慣，跟進行業趨勢，不要讓自己的技能過時。擴展人脈，打破思維限制，主動結交行業內的前輩和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多交流，獲取機會。跳出舒適區，嘗試新事物，比如公開演講或跨部門合作，這會提升你的抗壓能力和適應力。管理你的信息來源，少看無意義的內容，多讀行業報告和優質書籍，提升自己的認知。行動與反思，持續進步。每天設定一個小目標，比如讀10頁書或完成一個工作任務，這樣能累積成效。定期回顧自己的進展，看看哪些做得好，哪些需要改進，靈活調整方向。保持正面的心態，接受挫折，將失敗視為學習的機會，不讓困難打擊自己。如果你想根據自己的行業或目標，制定一份個性化的3個月行動清單，隨時 PM 我。